们纽约有2个电视台，一个叫1380那个国语的，一个1480粤语的。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听一下这个1380这个国语频道。那同时提醒大家呢，如果你还没有出门的话呢，我的感受是体感的温度要更低一些，今天还是感觉比较寒冷，所以呢，如果您要出门的话呢，建议您多加一件衣服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刻纽约的交通状况，整体来说呢还不错啊。我们把目光投向主要的桥梁隧道，中城隧道进城的方向是拥堵的，出城的方向出口处有一些时走时停。乔治华盛顿大桥在出城的方向是畅通，进城的方向拥堵。林肯隧道双方向在进口和出口的位置上呢，都有一些时走时停。那今天是2025年的3月21号星期五，今天纽约的换边停车条例是照常进行，计价器照常收费。以上天气交通由陈涛为您带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需要家庭护理的请注意，有红蓝白卡需要护理的老人或21岁以上病人的朋友，通过优秀护理公司，您可以免费快速取得牌照，并照顾这位老人或病人。有护理牌照的，请到优秀护理公司报名，薪高工多福利好，时薪21块6毛4到22块09，请拨打646-226-5679。要护理就找优秀护理公司，曼哈顿、法拉盛、布鲁伦都有办事处。有病人想免费拿牌，请到优秀护理，拿牌快，薪水高，福利待遇特别好。24小时热线电话646-226-5679。优秀护理公司。点燃香烟，迈向黄泉。吸烟会引起心脏病、中风、糖尿病、肺病及多种癌症。越早戒烟，您的身体就能越早开始恢复。戒烟吧，莫待一切为时过晚。有免费帮助可用，请访问 AsianSmokersQuitMy.org 或致电800-838-8917，申请戒烟产品，与戒烟教练交谈。只是7块9毛9一杯奶茶的价钱 ，iTalkBB 为你打造全方位家庭安防系统，支持1911一键报警，30天云端录像保存。如果有人进入监控范围，全家人立刻收到推送信息，门窗被打开会自动报警。晚上睡觉或出国旅游，安全无忧。iTalkBB 摄像头设备免费，专业人员上门安装。现在立即订购安防系统，718-888-1899，是718-888-1899。iTalkBB。10点好歌是由以下赞助商赞助播出：布鲁伦8大道48街平安保险公司。父亲的化疗没有起色，这次寄回去的抗癌产品没有效果，该怎么办？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，市面上唯一具有正式医学研究报告，并由日本肿瘤权威利川大介医学博士临床使用，拥有全球超过40个国家无数真实抗癌成功经验，是最值得信赖的重症保健品。现在就拨打免费咨询专线1855-830-5888，1855-830-5888，索取医生著作及最新案例见证。环社区911律师必达白安专办911补偿，不成功不收费。以下节目由威达企业、威达灵芝黄、威达纯虫草、威达痛风王特别赞助，名牌爱德华、灵芝尊、虫草至尊、新脑康特效养肝素和单纯虫草。以下节目由威达企业、威达灵芝黄、威达纯虫草、威达痛风王特别赞助。精选两岸3地热门流行歌曲，包罗风俗民谣、经典怀旧音乐。10点好歌现在开始喽！温馨送祝福。好的，美东时间上午的10点08分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10点好歌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涛。提醒大家，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呢是出了一些状况，就是传统的212-966-1380，212-966-1380这个电话呢现在是有一些问题。那如果您打这个电话点歌呢，可能是打不进来。那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另外的打电话的方式吧。那我们换一下方式，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听我们的节目。我知道很多的点歌的朋友呢是不打开收音机，而是到了10点好歌的时间呢就使劲拿起电话来打电话。那如果你今天遇到212-966-1380这个电话打不通的情况下呢，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另外2个电话，一个电话号码是212-431-3998，212-431-3998。
212-431-3998，再说一遍212-431-3998。那还有一线呢是212-343-8239，212-343-8239啊，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顺利的进行啊。那同时也提醒大家，那如果这个城市开讲啊，电话依然修不好，还是这2个电话啊。好，那我在今天送祝福的环节呢，送给大家有关于突然的歌曲，就像我们这个电话突然打不通一样啊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经典的日剧《东京爱情故事》的主题歌《突然而来的爱情》，我们来听听吧。嚟美國留學嗰啲學生，我哋都要攞低佢嘅資料，係寄存喺政府度，有咩事有得追查啊嘛。好，我哋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再傾。都市烽煙，一觸即發，顏星主持。Amy， 聽講你嘅朋友喺屋企做家庭護理員，精神好好多啊！係啊，我做護理照顧朋友，精神好好多啊，我仲有收入。唉，我阿爸嘅情況亦差唔多啊，咁我可唔可以啊？聽朋友講，照顧有紅藍牙卡需要家庭護理嘅老人，21歲以上嘅病人都可以辦理㗎。到優秀護理公司問下啦。優秀護理公司歡迎有護理牌照嘅嚟報名，申報工作福利好，年薪21個604，至22個09，請撥打646-226-5679，曼哈頓、法拉盛、蓋碌倫都有辦事處。優秀護理公司有病人想攞免費牌，請到優秀護理公司攞牌快，薪水高，福利待遇特別好，24小時熱線646-226-5679。暑假跟住飛揚旅遊上郵輪，享受陽光海灘。皇家加勒比海郵輪7月4號國慶，新澤西州出發，10日9晚東加勒比海，4人陽台房只需要1499蚊起。8日7夜巴哈馬暑假都係只係999蚊起。Icon of the Sea 海洋標誌號東西加勒比海全年都有好價，都只係1599蚊起。NCL 諾維珍郵輪暑假每星期日紐約出發，8日7晚百慕達4人同房，由899蚊起。諮詢212-202-1668，212-202-1668，暑假跟住飛揚旅遊出發啦！想財稅無憂，想慳稅多退稅，請揾伍文瑞，30幾年豐富稅務經驗，專精地產、餐館、診所、藥房各行業公司稅、個人稅、各種查稅以及上訴、公共查數。更有500篇資深會計師加盟，全球4大會計師報稅經驗，專業又穩妥。理財報稅就揾500篇伍文瑞，華埠中央街139號金輪中心7133-212-941-1001。馬拉城37-20號王子大廈718-321-8981。喂，聽講金輝海鮮城開業啦，你有冇興趣試下？真㗎？喺邊度㗎？奧倫8大道44186，好方便㗎。朝早9點就有早茶，直落到夜晚10點，午市晚飯都得。咁正，有咩好食推介先？佢哋依家做緊雙龍特價，19蚊9個半咋，仲有 K 房同宴會廳，可以擺22圍，啱晒擺酒或者搞 party 啊！聽落好吸引喎，有冇訂座電話啊？有啊，718-673-8826，快啲打去 book 位啦！李太，話俾你知個好消息啊！祖明嘅油豆泡、蘭花乾、油三角到貨啦，快啲去超市搶購啦！係咪真㗎？祖明豆製品係我屋企雪櫃入邊嘅必備品，做配菜打邊爐都唔少得佢，餐餐離唔開㗎。祖明豆製品係中國金牌產品，採用非基因改造東北大豆，食落口感零舍好，咁我都嗱嗱聲去買啦，遲啲又俾人買晒。祖明蘭花乾、油豆角，品質頂過花，全美總經銷北方食品公司，電話888-496-6888。蘋果護理公司係政府授權執照護理公司，我哋有牌照長期護理計劃。蘋果護理公司可以2週出新護理牌照，每2週開課，請趕快報名，名額有限。蘋果護理公司現招聘護理員，時薪22蚊，帶老人家參加者可以2週免費考牌。蘋果護理公司喺布羅倫、華埠都有辦事處。請電718-439-1321，718-439-1321。都市烽煙，鳴謝以下贊助。
飛揚旅遊機票最平價，飛揚專業導遊帶你玩轉世界。名牌愛德華靈至尊、紅豆至尊、金魯安特效陽光素同埋山純松草。報稅請揾500天5萬歲，華埠金輪中心、法拉盛皇子大廈都有會計師樓。布碌倫4大道50街紐約永隆石碑公司，皇家國旅推出特價機票同中國超值遊套餐限時優惠。暢遊感受中華，體驗世界之美，世紀郵輪。天馬旅遊粵港澳大灣區11日美食團包機票只係2399蚊起。雍智集團 ADJ 護理公司提供護理考牌服務，2週即可出牌。威達企業、威達靈芝王、威達純蟲草、威達痛風王。與你生活息息相關嘅互動專題，開放熱線平台同你分享你嘅想法。一觸即發，顏聲主持。歡迎大家再次翻嚟今日嘅都市烽煙啊！咁啊，繼續接聽你個電話嘅。喂，你好，早晨。係顏生大哥，早晨，早晨。係，你好，你好。係，我今日上咗，我就見你哋都可能唔知啲人就知唔知個消息啊？嗰時中國有個足球小將叫郭家旋啊。係啊，死咗啊嘛。明白。係咯，就係佢，我識咯，我唔明白佢打波點解會俾個膝頭哥撞到個頭嘅？啊，撞到個頭，身尾啊，佢禮拜4 19歲嗰日就話。佢喺外國集訓嘅時候受咗傷，頭部係重創，入咗醫院昏迷，翻去自己國家醫之後咧，最近早2日睇到嘅消息，佢就離世啦，係。就係咁啦。唔係，我就唔明喺集訓嗰時點解會俾人講到我都唔明喎。咁你問翻佢醫生咯，點會明啫？呢啲意外嘅嘢。真係可惜，我就睇佢嗰條片啊，佢又高大威猛啊，真係啊，係啊，真係，我冇覺得，我真係多謝你，拜拜。唔知點解喎？呢個世界上好多嘢都唔知點解啦。點解呢個意外啊？點解 MH370到而家11年都仲冇消息啊？你就算墜毀都有殘骸啊，你咩都冇喎。而家係憑空消失無蹤喎。呢啲幾奇異嘅事，點解？有好多嘢冇得解喎。喂，你好，早晨。早晨啊，藍大哥，你好。係，你好。個電話出嚟，話咗俾你聽，即係唔係話通啊，直情窒咗你就翻轉頭唔得。OK，打通係。嗱，我就想講下咧，嗱，美國咧，好似嚟到今日咧，全部同我哋中國對着幹。係啊，即係唔理係外交啦、經濟啦、軍事啦、教育啦，連學生你都咁樣嚟針對，即係而且嗰個係好唔平等啊，即係好有歧視。點解你一係你就全部學生都係唔理咩做佢，你一定係針對我哋中國。所以仲有喎，佢針對我哋中國嗱，而家我哋就知道個人口咧，就係話印度啱啱超過咗我哋中國啦嚇，早3-2個月前啫，就14億，直情超過我哋中國。但係如果正式統計嘅數字，中國喺全世界